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月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0篇，箴言第1章20节到33节，雅各书第4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智慧者的关系。基督徒应当要追求智慧，因为我们应当要敬畏上帝的，这是基督徒的责任嘛。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。反过来说，上帝的救恩透过了先知的宣讲，透过了耶稣基督与门徒们的宣传及所谓的传福音。箴言第1章20节到33节经文这样说，它标题写的是智慧的呼声。听吧，智慧在街市和广场上呼唤，在城门边和人群拥挤的地方高声呐喊。愚蠢的人啊，你们这样愚蠢要到几时呢？你们轻蔑之事要到几时呢？你们始终不觉悟吗？要听我的劝告，我要指导你们，把我所懂的告诉你们。我在呼喊，你们不听；我邀请你们，你们全不理会。你们藐视我的一切劝告，不愿意我纠正你们，因此你们灾祸临头，我要讥笑。你们遭遇不幸，恐怖像风暴袭击你们，带来灾害，使你们悲愁痛苦，我要嗤笑你们。那时你们要呼求我，我必不理会；要寻找我，也找不到。你们一向不要知识，也不敬畏上主。你们从来不尊重我的劝告，藐视我的责备。因此你们要自食恶果，为你们自己的行为所伤害。无知的人因拒绝智慧而丧命，愚蠢的人因逍遥自得而毁灭。但那听从我的人必然安全，他要享受康宁，不怕灾害。智慧在呼喊的意思是表达了上帝的怜悯与慈爱，因为上帝主动的呼喊不属于他的人们来归属他。就如同耶稣基督所说的，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。他说，我来是招罪人，不是招义人。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赏赐的，是主动的。所罗门这样说道，要听我的劝告，我要指导